来看嘉义新港有一间对低调改建的机能阁工作室，内面除了有真侪电炉以外，这工作室的少年师傅呢，佫会替社区的时代开课程，教因安怎用这减糖减油的理念，做因也会当食的点心。用来上课的长辈小解做电炉有啥物材料？即间伫嘉义县新港的机能阁工作室，拢会举办烘焙课程，教全卡的长辈用在地的材料，家己做电炉来食。简单无？啊，等于会使做笋酱吼。真好啊，有安尼课程，就毋免搁走去市区，咱伫庄卡就近，啊，来带长辈也是带囡仔来。为着要照顾厝内的长辈，洪以前3年前倒来故乡新港，伊毋但甲厝内无咧用的低调改做机能阁的工作室，佮结合自身照顾长辈的经验，设计健康的电炉来甲社区的民众。因为当初就是阮阿嬷有糖分啦，啊，就是吼，想讲做一寡较袂糖分嘛使食，啊，较袂遮甜，啊，就去做机能阁，啊，做的了后，就人讲袂歹食，啊，无请我来去做看卖咧。去教遐个阿公阿嬷。啊，甲食咧吼，这甜不会甜，啊不会油腻啊，真好食。老实讲，伊家己是伫遮大汉的，来上课的长辈，有诶拢甲当做孙仔咧看。透过上课甲陪伴的过程，伊除了希望互长辈拢会当食到无负担的电炉以外，嘛希望透过烘焙课程，丰富社区长辈的生活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